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我會整一個簡單嘅沙律油。我哋用到嘅係呢啲材料：粟米油同橄欖油嘅比例係3:1，而香醋都係1。我用嘅係粟米油，不過菜油都可以嘅。橄欖油、香醋、鹽啦、意大利沙律粉同埋一啲胡椒粉，將佢全部攪勻咁就得㗎啦。我哋每次用都要攪佢嘅。將攪好咗嘅沙律油倒入去玻璃樽裏邊，完成咗啦。記得每次用嘅時候都要攪勻啦。